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一位人物，就係聖約翰費舍 （Saint John Fisher）。佢係英國宗教改革時期一位堅定而且忠誠嘅天主教主教、神學家，亦都一位學者。佢同亨利八世與教宗決裂，創立英國國教嘅歷史呢，係有密切嘅關係嘅。嗱，如果大家去到劍橋旅行呢，不妨咧行下一條街，就叫 Saint John Street。嗱，喺條街裏邊咧，你會發現咧 Saint John College 喺附近，四周圍咧都會有一啲嘅雕像。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下咧，就係而家框住嘅呢個雕像 Saint John Fisher， 聖約翰費舍。費舍咧係出身於約克郡一個中產家庭，自細咧就好中意追求學問。咁佢喺劍橋大學深造啦，都好快咧就成為劍橋大學裏邊嘅學術領袖。佢喺1504年咧就被任命為劍橋大學嘅校長，一做咧就做咗30年，係劍橋大學歷史上咧任職最長嘅校長嚟。佢亦都係咧聖約翰學院 Saint John College 創辦人嘅支持者之一。佢協助咧將創辦人 Lady Margaret Beaufort 嘅遺願具體實現出嚟。費舍當時咧就係佢嘅屬靈導師啦。咁佢協助阿 Margaret 策劃啦、資助學院嘅建設嘅，使到咧聖約翰學院成為咗劍橋最具學術同埋宗教影響力嘅學院之一。費舍除咗係劍橋大學嘅校長咧，同時亦都係擔任羅切斯特主教，直到佢離世嗰一日嘅。費舍同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嘅衝突咧，係始於國王想同皇后凱瑟琳離婚呢件事嘅。由於凱瑟琳未能夠為到亨利咧生個仔做繼承人，咁亨利咧就決定想同佢離婚啦，就娶咗凱瑟琳嘅侍女安寶琳。不過咧，根據當時天主教嘅教義咧，婚姻係神所設立而且神聖嘅，所以係唔能夠離婚。嗱，因此咧，教宗格利勉7世咧就拒絕去批准呢一宗嘅離婚，導致咧亨利決定同羅馬教廷決裂。費舍咧係少數公開反對亨利離婚同埋亨利嗰個新嘅宗教政策嘅英國神職人員之一。佢公開咁樣聲稱，佢話凱瑟琳皇后嘅婚姻咧係合法嘅，呢個咧我願為之捨命嘅真理。嗱，呢番話咧就立刻將佢成為咗國王嘅眼中釘。隨住亨利喺1534年頒布至尊法案，宣稱自己係英格蘭教會嘅唯一最高領袖，要求所有嘅臣民去宣誓效忠呢一個宗教改革嘅立場。嗱，不過費舍咧就拒絕簽署呢項嘅法案，亦都拒絕承認安寶琳係合法嘅皇后。嗱，佢認為咧只有教宗先至係擁有宗教最高嘅權柄，國王根本係冇權干涉教會嘅神聖事務嘅。1534年，費舍因為堅持拒絕去支持皇位繼承法同埋呢個至尊法案而被捕入獄，囚禁喺倫敦塔嗰度。嗱，即使咧被困喺一個極度惡劣嘅環境裏邊長達1年，佢仍然初衷不變，堅持信念。教宗格利勉為咗支持費舍，喺1535年嘅5月，秘密封佢為樞機主教。嗱，希望咧透過費舍而家呢個主教嘅身份，能夠向國王施壓，從而釋放咗佢。嗱，不過呢個舉動咧就激嬲咗亨利8世，反而令到情況更加惡劣。1535年6月22號，費舍被判以叛國罪斬首。佢喺行刑前表達咗佢對信仰嘅堅定同埋對神嘅信靠。嗱，佢話：我為咗信仰而死，我係一名天主教教會嘅主教，我死於羅馬公教信仰。我感謝上帝賜俾我有呢個結局。佢嘅首級被懸掛喺倫敦塔上面，示眾咗14人。
費舍嘅殉道咧係象徵住真理、良知同埋堅守信仰嘅力量。嗱，因為佢勇敢反對政權嚟到控制教權而殉道，呢份嘅精神咧，成為咗英國宗教史上面一位令人敬仰嘅殉道者。